北港朝天宫是咱台湾重要的妈祖信仰。朝天宫统计，逐天的进香团有超过3000团哦，有几啊百万的香客。北港进香嘛，互文化部登录做国家重要名胜。朝天宫正做是保存者。过年了后到旧历3月这段期间，是进香团来北港朝天宫的进香国风期，仪式丰富佮特别，包含供请新尊进殿、结红莲、团拜、挂火、回家等等，保留着传统的仪式。最近北港进香通过文化部审议，会登录做国家重要民俗。也感谢所有委员真的有深入去了解这个北港进香的意义我们才可以顺利的通过。也前台唯一只有朝天宫有2个重要民俗就是北港亚妈祖。朝天宫表示，北港进香具备全国性下关市形式多元等特色，也兼具着信仰、文主、工艺、观光等社会功能。并远去推算，一年来到北港进香就超过3000团，香客人数也过了8万人。那当时这2个月啊，会使讲非常重要。白沙屯妈祖来到咱朝天宫来进香啦包括咱大家嘛过境咱的这个婚姻观整个不只是咱真济妈祖的这信徒随行会使讲超过几个10万人啦云林县政府表示，原来国家重要民俗包含马冰山5年千岁食饭大、六帮马过路、口湖看水庄。即马北港朝天宫除了本地爷妈祖，佮增加1项北港进香，是全国唯一传承2项重要民俗的保存者，会含庙方继续来推动各项的保存工作，让民俗的无形文化资产继续流传。记者综合报道。